Hello，大家好。其實想開呢個 channel 想好耐，因為我估緊咧，因為隨住呢個全球人口老化，香港更加係嘅情形底下咧，我相信有好多人同我坐埋同一條船嘅，大家都係喺五張過外嘅一個嘅年紀度噶啦。咁我想講下呢個人生下半場嘅生活嘅，咁都講下自己啲開心嘢啊，唔開心嘢啊，有啲咩計劃啊，諸如此類啊。其實過咗5章之後都仲可以有計劃噶。雖則我都唔知算唔算有計劃自己，係啦，anyway 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我想開呢個頻道嘅原因嚟嘅。其實有冇人睇我都唔知啊，冇人睇唔緊要，純粹俾我自己可以嚟即係抒發下自己嘅感受。咁有人睇當然更加好啦。好啦，咁頭先講第一樣嘢，一啲背景先。我係一個 M 無人士嚟嘅，我冇生仔，冇結婚，冇樓，冇車，冇車牌。所以我真係 M 無，可能仲有其他啲無嘅，不過未諗到。好啦，咁所以大家都估到啊，即係我要去 plan 嘅一樣嘅人生下半場咧，可能都比較上可以話複雜啲又得，簡單啲又得。複雜啲，因為我有好多即係自己即係腦後，即係如果萬一自己冇身體冇好嘅時候嘅一啲嘅 planning 要去做啦。咁嗰個都暫時未曾做晒嘅，好坦白講，都淨係喺開頭，因為有啲都拿手唔成勢嘅感覺，真係唔係好知點樣搞嘅，有啲嘢位，因為我亦都冇乜親戚，應該話我有親戚，但唔聯絡，即係一啲譬如表哥表妹啊，剩嗰啲其實已經冇晒聯絡。呢個關乎呢個家庭嘅一啲嘅 history 嘅一啲問題嚟，不過呢個好複雜，唔講字啦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都要即係簡單啲嚟講，我要去plan 嘅一個自己孤獨終老嘅一個嘅 plan 嚟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其他嘅資料咧，我就好明顯啦，50路啦，即係50幾啦吓。咁我係自雇人士嚟嘅，咁我收入現時嚟講咧都算 OK 嘅，即係托福吓。咁我有貓主子啦，咁貓主子都好年紀大噶啦，兩個貓主子都年紀大吓。咁就所以我都要即係我要去 plan 而家嘅嚟緊嘅幾年就要預埋佢，但我相信過多5年度應該可能都唔使即係諗咁多呢啲噶啦。咁好啦，點解出呢個 channel 啊？純粹想講我啲銀發生活咯，我嘅開心同唔開心嘢咯。咁希望大家記得 keep 住睇我個 channel 啦，有睇嘅話。咁我哋第一個議題，下一個議題真係香港人好中意講嘅睇樓啊，係啊，因為我最近都諗緊買樓。好，下個節目再講。